約翰福音18章33至38節。比拉多又入咗衙門，叫耶穌嚟，對佢話：你係猶太人嘅王？耶穌回答話：呢句說話係你自己講，定係其他人針對我同你講嘅？比拉多話：乜我係猶太人咩？係你本國嘅人同祭司長將你交俾我，你做咗乜嘢事啊？耶穌咁樣答佢：我嘅國唔屬於呢個世界。我嘅國如果屬於呢個世界，我嘅臣僕一定會出嚟反抗，等我無需要交俾猶太人。只不過我嘅國唔屬於呢個世界。比拉多就對佢話：咁樣你係王咩？耶穌話：你話我係王，我因此而生，亦為呢樣嘢嚟到世界，為真理做見證。凡屬於真理嘅人就會聽我講嘅說話。比拉多話：真理係乜嘢啊？講咗呢啲說話，又出到去猶太人嗰度，對佢哋講：我查唔出佢有乜嘢罪喎。小朋友，考考你啊！比拉多係以邊一條罪去判耶穌嘅呢？神對復活節嘅計劃，亦都包括一個羅馬嘅長官比拉多喎。嗰啲宗教領袖唔信耶穌係神嘅兒子，認為需要判耶穌死刑啊！但係只有羅馬嘅政府先可以判犯人處死嘅啫，所以呢一班猶太人嘅領袖就只可以假借耶穌宣稱自己係猶太人嘅王去告耶穌啊！有趣嘅係，比拉多審問耶穌嘅時候，耶穌嘅說話令佢覺得好好奇，佢仲問真理係啲乜嘢啊？似乎耶穌嘅話亦都使佢深思喎，同時佢亦都認為耶穌係冇罪噶。而家就同屋企人去分享一下啦。如果比拉多就喺你嘅面前，你會同佢講啲乜嘢呢？分享完之後，我哋可以一齊祈禱噶。今日有好多人都好似比拉多一樣，佢哋唔知乜嘢係真理。求主賜俾我智慧同埋勇敢，去同佢哋分享真理，讓佢哋能夠相信主。今個星期嘅信仰小練習係詩語練習，學習分享神嘅愛。而今個禮拜我哋就會變身成為你屋企人嘅秘密天使。今日係最後一日啦，好想請你分享下你係邊個嘅秘密天使呢？而你為佢哋做過啲乜嘢呢？你嘅感受又係點呢？